好多人以為易經係睇未來嘅水晶球，甚至覺得係外星人留低嘅黑科技。但你知唔知道，就算俾你睇到未來，自己唔懂得去做，一樣係冇用。古人講得好，天時佔2成，地利佔3成，最重要嘅人和整整佔咗5成。命運從來唔係靠卜卦，而係靠你自己嘅細胞預感同實際行動。今日我哋香港長輩要守住晚年尊嚴同健康，到底點樣靠易經嘅家人卦嚟保命護財？聽我句勸，呢筆賬你自己算下。身邊好多老友記成日問我話易經講嘅命理到底係咪一早注定晒？每次去到茶樓，大家飲緊普洱嗰陣，總會有人心急如焚咁問我未來會點。其實我哋討論易經最核心嘅根本唔係神秘學，而係3件事：天時、地利、人和。古人算得好精明，天時只係佔2成，地利佔3成，而最重要嘅人和整整佔咗5成。呢個比例大家一定要牢記喺心。所謂嘅天時係宇宙運行嘅規律，係大環境，係時代嘅氣場。所謂嘅地利係你住嘅環境、地緣政治貼唔貼地，呢啲天地之間嘅大局，我哋普通老百姓好多時根本決定唔到，亦改變唔到。所以好多人好關心未來，去卜卦，去揾水晶球。但呢個世界根本冇完美嘅水晶球，就算真係俾你拿到一個水晶球，佢提供嘅資訊都遠遠不及你自己下一步嘅行動做得正不正確。古人喺典籍《太上感應篇》入面講得好：禍福無門，為人自照。用我哋香港人嘅大白話拆解，吉凶攞福從來唔會無緣無故降落喺你頭上，全部都係你自己嘅行為同選擇招翻嚟嘅。易經提供嘅卦辭同爻辭，只係俾你一個指引，一張航海圖，但你到底做唔做，點樣做，過程會唔會出錯，最終決定權完全喺你自己手上面。以前有人講過一句話，叫人嘅因素第一，呢句說話本身冇錯，人嘅主觀能動性確實好重要。但如果有人將佢搞錯，變咗人嘅因素唯一，要去同天鬥、同地鬥、同人鬥，咁就大錯特錯。因為人嘅力量只係佔5成，你如果忽視咗天地嘅規律，最後只會摔得好痛。好似呢幾年香港政局咁混亂，身邊有咁多親戚朋友移民，身邊嘅經濟環境好似過山車一樣。呢啲大局嘅職責係特首李家超，係國家領導人習近平同總理李強要去處理嘅事，因為佢哋有權力去改變政策，而我哋小市民最重要嘅係學懂如去適應。我哋香港長輩最需要明白嘅就係喺呢5成嘅人入面，切切實實守住自己嘅陣地。大環境幾時通關，股市幾時升跌，你控制唔到。但你今日食得清淡定鹹辣膝頭哥痛嗰陣，係咪去睇急症留醫，定係硬撐住拐杖去操勞？呢啲全係你自己嘅選擇。你嘅細胞其實早就有預感，通過你嘅意識、你嘅行動，直接決定咗你晚年係可以有尊嚴咁生活，定係每日要吊鹽水睇醫生過日子。所以千萬唔好再怨天尤人，亦唔好將自己嘅晚年幸福同尊嚴寄託喺仔女或者命運嘅打賞上面。記住我呢句說話：天有2分，地有3分，人佔5分。自己嘅尊嚴同健康，從來唔係等命運打賞，而係靠自己一步步守翻嚟。講到易經入面嘅64卦，有一卦同我哋香港人嘅晚年生活、家宅平安至關重要。呢個卦就係風火家人卦。古人將1年分做6個爻，每一個爻代表2個月家人卦嘅最底下一爻，即係初爻。卦辭寫得好特別，前有家，晦亡。好多人第一眼睇到呢個欠字，以為係得閒個閒，以為係叫人在家休息享清福。其實大家大錯特錯。古人寫易經嗰陣，呢個字係門字入面加個木字叫謙，門入面有月，係指夜晚從門縫睇月光，嗰個先係自由自在嘅閒暇。但門入面有木，喺古人眼入面係指喺門背後加一條厚厚嘅木栓。用我哋現代香港人嘅大白話拆解，門入面加木栓，就係屋企裝門鎖加防線。古人喺3000年前就透過易經告說我哋，
無論係做人持家定係照顧自己個身體，喺任何事情剛剛開始嘅時候，你就要懂得預先做好防備，鎖好防線。只有事先防微杜漸，將危險同隱患擋喺門口之外，你將來先至唔會後悔莫及。呢個就係悔忘嘅真嗱。我哋香港長輩個日子最忌硬嘅就係等大禍臨頭先至識得驚。好似呢2年通關，我睇到好多老街坊都好有智慧，大家唔會一窩蜂衝上去搶霸，而係睇定形勢，做好防護，裝好心靈同身體嘅門鎖。呢個就係最道地嘅恨有加。但相反，如果喺健康上你冇呢個恨有加嘅意識，後果可以極之沉重。我身邊就有個真實嘅教訓，講出嚟大家聽下。呢個係我一位住觀塘嘅老朋友張伯。張伯今年68歲，平時性格好硬朗，最中意講嘅一句口頭禪就係：我身體好健壯，幾十年都未睇過醫生，使咩驚啊？佢每日最喜歡嘅生活就係落樓下茶餐廳食碟肥龍嘅叉燒飯，配一杯爐茶，夜晚屋企煮飯，暗盤入面洗嘅菜佢嫌淡，一定要落多幾勺重鹹嘅醬油。有陣時深夜肚餓，佢仲會自己滾個即食麵，加2條香腸，食得津津有味。幾年前開始，佢其實偶爾會覺得頭暈，膝頭哥痛到落唔到樓梯，去公立醫院做體檢，醫生已經提醒佢血壓偏高，而且身體裏面有高尿酸嘅風險，叫佢一定要控制飲食，少食高尿酸食材同重鹹食品。但張伯完全冇將醫生嘅說話放在心上，佢覺得自己精神奕奕，能吃能睡，點會有事？佢仲同街坊講，公立醫院啲醫生話我有高尿酸係嚇我嘅啫，我幾十歲人食得走得，使咩裝防線？張伯完全忽視咗自己身體細胞發出嘅微小警號，佢屋企個健康大門根本連一條木栓都冇裝上，處於一個門戶大開嘅危險狀態。結果去到前年冬天，天氣突然轉冷，有一晚張伯食完晚飯，又煮咗個重口味嘅公仔麵。食完之後突然覺得頭重腳輕，胸口悶得好厲害。佢當時仲想硬撐住牆壁，想行返入房休息，點知行到半路眼前一黑，重重咁跌到喺客廳地下。屋企人嚇到心膽俱裂，連忙打999叫白車。當晚白車鳴笛將張伯送去急症室睇急症，情況極之危急，血壓飆升到危險水平，引發咗急性腦血管問題同器官功能衰竭。醫生即時下達病危通知書，將佢直接推進去深切治療部。IKM 留醫張伯喺深切治療部留醫咗整整2個星期，身上插滿晒各式各樣嘅管路，每日靠吊鹽水同儀器維持生命。昔日咁威風咁固執嘅一個老人家，整整半個月躺喺病床上，完全無法自理，洗衫洗身都要靠護士幫手，連講句說話都講唔出。後來雖然救翻條命，轉去普通病房，但後半生都需要撐住拐杖行路，每日要吞幾隻藥丸，甚至需要家人全天候照顧日常起居。後來我去醫院探佢，張伯拉住我隻手，眼眶紅紅咁講：我真係後悔啊！如果我早幾年聽醫生講，食得清淡啲，少食啲高尿酸食材，去睇醫生食藥，早啲做好防備，今日就唔使落得咁嘅下場。張伯嘅經歷就係最典型嘅冇做好謙有加嘅代價。老大啊，我哋每個人嘅身體就像是一間屋企。你嘅血管、你嘅心臟、你嘅膝頭哥，每日都在為你默默運作。如果你平時唔去保養，任由高油、高鹽、高尿酸嘅飲食去破壞佢，任由微小嘅病痛累積，就等於將屋企嘅大門敞開，任由賊仔入嚟偷走你嘅健康。易經講嘅坤有加，喺我哋香港長輩嘅養生智慧入面，其實就係3件事。第一，飲食上裝鎖。喺鋸盤洗菜煮飯嗰陣，多揀紅蘿蔔、薯仔、番茄咧，類新鮮蔬果，少食加工嘅即食麵，少食會引發痛風嘅高尿酸食材，控制鹽分同油分。第二，習慣上裝鎖，膝頭哥痛、頭暈眼花，呢啲係身體細胞喺度求救，千萬唔好硬撐，及早睇醫生，配合公立醫院醫廊，定時食藥。呢個唔係軟弱，而係最有智慧嘅智慧。第三，
情緒上裝鎖，唔好為咗仔女嘅小事每日操心發脾氣，保持心境平和，唔讓邪氣同病魔有可乘之機。做齊呢3點，你個身體屋企先算真正鎖好咗門。將大病重病擋喺門外，晚年先可以有尊嚴咁生活。記住，千金難買，早知道健康嘅防線一定要自己親手去建立。渡過咗初爻嘅防線防備，去到家人卦嘅第2個爻，即係6二爻。古人喺卦辭入面寫下咗好有意思嘅7個字：無由歲在中虧氹吉。好多人第一次聽到在中虧呢3個字，可能完全唔知係咩意思。其實貴字係一個食字旁加個貴重的貴，古代意思就係指烹飪做飯持家。卦辭後面仲補多一句利女彈吉。呢度表面上好似係講緊家庭主婦，講緊女人，但其實易經嘅智慧遠遠不止於此。古人真正要提醒我哋嘅係一種處事同養生嘅極致哲理，要學習女性嘅柔順，要識得以柔制剛，柔中帶剛。面對歲月同身體嘅變化，絕對不能用男性嘅陽剛硬碰硬，而要用柔和細機智嘅心態去調理。大佬啊，點解古人會將持家養生同管治同烹交煮餸聯繫喺一齊？因為無論係管治一個地方，定係照顧自己嘅晚年身體，很多地方都要從烹購入面汲取大智慧。如果你平時有入廚房煮餸，就一定會非常明白。煮一碟好菜，講求嘅係火候同分寸，絕對唔可以太鹹，亦唔可以太淡。古人講得好，老子喺《道德經》入面就曾經講過句名言：治大國，若烹小鮮。用我哋香港人嘅大白話拆解，管治呢個大國就好似係煎一條小魚一樣。你煎魚嘅時候，火太猛魚肉會焦，火太弱魚肉會心急，手不停咁去翻動，去攪動條魚，結果只會將條魚翻到碎晒，破爛不堪。呢個智慧放喺我哋香港長輩嘅身體保養同晚年生活上面，真係貼切到不得了。好多老友記一知道自己身體有少少毛病，比如血壓高咗少少，或者血糖有些許波動，就即刻心慌意亂。今日聽人講某種藥草有效，就去藥房買一堆翻嚟煲。明日聽人講要減肥，就突然間乜嘢肉都唔食，甚至盲目去斷食。呢種做法就係典型嘅煎魚不停翻動，火候完全失控。你個內臟同脾胃本身就像是一條細亂嘅小魚，你今天強行大補，明日又猛烈痛火，情緒又大起大落，身體嘅氣場自然被你折騰得一塌糊塗。易經講嘅在中潰，就係叫我哋好似一個精明嘅廚師咁，溫和咁照顧自己嘅日常三餐同心情。每日喺鋸盤洗菜煮飯嗰陣，落鹽要適量，唔好太鹹，亦唔好完全無味。想食得健康，可以多煲啲清淡嘅湯水，煮少少番茄薯仔湯，或者用紅蘿蔔冧少少瘦肉，慢慢去滋養脾胃。平時去麵包鋪買麵包，揀啲少糖少油嘅全麥款。去街市買餸，揀新鮮嘅食材，呢啲就係最貼地嘅烹飪智慧。大家細心諗下，古人講嘅無由歲，其實係提醒我哋晚年切忌盲目追求大事業或者過度嘅野心，唔好再想着要賺幾多大錢，亦唔好再想着要控制所有事情。無由歲嘅意思就係唔好強求主導一切，順其自然，反而係大吉大利。好多老街坊退休之後，心情總係放唔落，每日急急忙忙，整到自己比返工仲要忙碌。一陣間擔心仔女買唔買到樓，一陣間又去聽街坊講買某隻股票可以賺3倍，結果每日精神緊撼，連瞓覺都瞓唔好。呢種急躁嘅陽光之氣，往往就係摧毀晚年健康嘅罪魁禍首。我哋要明白，身體喺幾十年嘅運轉之後，已經進入咗需要溫和養護嘅階段。正如商朝宰相伊尹，佢本身係一個廚師，但佢教導商湯做皇帝嘅道理，完全就係煮餸嘅哲理。古人能夠從一粒湯一碟菜入面悟出治國之道，我哋點解唔能夠從一日三餐入面悟出保命養生之道？平時去茶樓飲茶，點一籠蝦餃，蒸一碟清淡嘅點心，同朋友慢慢傾下偈，呢個就係養氣。
返到屋企喺鍵盤前洗乾淨紅蘿蔔同薯仔，慢慢切塊，用心煮一粒啲熱湯。呢個就係養心。當你心平氣和，飲食有節，身體裏面嘅氣場自然會達到一個陰陽平衡嘅狀態。即使大環境再多風浪，即使外面嘅股市局勢好似過山車一樣，你都可以喺自己嘅小天地入面安然無恙。這就係柔中帶剛嘅力量，以柔克剛，穩如泰山。所以老友記們，今晚煮飯嗰陣，不妨提醒自己放慢手腳，唔好急躁，對待自己嘅身體要像煎一條小魚咁小心翼翼，對待自己嘅生活要像煮一碟好湯咁循序漸進，不急不躁，溫和持家，你嘅晚年幸福同健康自然會穩穩當當鎖喺你身邊。講到家人掛嘅第三爻，即係九三爻，呢個爻辭寫得非常之警醒，甚至有一種嚴肅肅嘅告說意味。古人喺爻辭入面寫咗8個字：家人哈夫子嘻嘻。大家細心睇下呢個哈字係一個口字旁加個高字。古人喺同一句爻辭入面連用咗2個哈字，但讀音同意思其實各有心意。家人那意思係指一個家庭或者一個人喺面對困難同危機嘅時候，態度非常嚴肅認真，懂得自我反省，甚至大家願意一起捱，一齊學習規矩。古人講得好，家人那悔利吉，用我哋香港人嘅大白話拆解，如果你面對問題嗰陣能夠嚴肅看待，懂得反省同改正，雖然過程可能有些小辛苦或者嚴苛，但最後結果一定係吉利大吉。但相反，爻辭後面接住講咗另一種態度：父子嘻嘻，中論。咩叫父子嘻嘻？就係成家人嘻嘻哈哈，面對問題得過且過，覺得冇所謂啦，過得去就算啦。如果你對待生活、對待健康係這種嬉皮笑臉、不做胡嘅態度，最終只會落得中論嘅下場，亦即係悔恨莫及、寸步難行。大佬啊，呢個家人嗱嗱同父子嘻嘻嘅對比，放喺我哋香港長輩嘅晚年健康上面，簡直就係警世名言。我哋身邊有太多老友記，平時對待自己個身體，完全就係父子嘻嘻嘅心態，身體開始出現問題，血壓高咗，高尿酸警號響起，膝頭哥痛到行唔到路，佢哋往往笑笑口講：哎呀，老咗係咁噶啦，人人都係咁痛，有咩所謂？又或者醫生叫佢食得清淡啲，佢返到屋企依然係嘻嘻哈哈，喺幾盤洗菜依然落大勺重鹹醬油，深夜照樣煮個即食麵加香腸。呢種得過且過嘻嘻哈哈嘅態度，看似豁達，其實係對自己生命同尊嚴嘅極度不負責。等到有一日突然急性中風或者器官衰竭，被白車送去急症室睇急症，甚至要進深切治療部留醫，全身插滿管路吊鹽水。嗰陣時你再想嗱嗱反省已經太遲了。所以易經古人教我哋人過半百，對待健康必須要有家人嗱嗱嘅嚴肅態度。咩叫健康上嘅家人嗱嗱？第一，要懂得自我反省，每次去公立醫院做體檢，見到指數有問題就要嚴肅檢討自己嘅生活習慣，唔好染衣袖。第二，要敢於接受挑戰同克制。飲食上要克制，去街市多買紅蘿蔔、薯仔同番茄，少食會引發痛風嘅高尿酸食材，少食加工食物。第三，要建立嚴格嘅生活規律，膝頭哥痛就要適度休息，配合醫生叮嚀定時食藥，唔好聽信街坊偏方，亦唔好自作聰明擅自停藥。呢種克制嘅過程，可能少咗一時嘅口腹之欲，可能過程覺得有啲拘束。但呢個就係練嘅過程，正正因為你有呢份嚴肅同克制，你才可以將病痛嘅隱患消滅喺萌芽狀態，換嚟後半生嘅平平安安。呢個就係悔利吉。我哋香港長輩要明白，晚年嘅尊嚴唔係靠運氣，更唔係靠自欺欺人。如果你對自己嘅身體嘻嘻哈哈，疾病就會對你毫不留情。如果你對自己嘅身體嚴肅認真，健康自然會對你始終如一。面對歲月同衰老，我哋唔需要恐慌，但一定要有敬畏之心，認真對待身體每一個微小嘅警號，認真煮好每一餐飯，認真行好每一步路。再次記住我呢句說話：天有2分，地有3分。
人佔5分。自己嘅尊嚴同健康，從來唔係等命運打上，而係靠自己一步步守返嚟。行完9三爻嘅嚴肅自省，去到家人卦嘅6四爻同9五爻，氣場開始出現一個好有趣嘅變化。6四爻嘅卦詞得4個字：富家大吉。呢度意思係指經過前面嘅克制同累積，屋企同身體開始有收穫，有財富，有轉機。特別係去到上卦嘅巽卦，喺易經古籍入面，巽卦有一個好著名嘅說法，叫有利是3倍。用我哋香港人嘅大白話講，就係嗰段時間，無論係買賣股票定係做生意，回報可以高達3倍，簡直係獲利甚豐。但古人喺易經入面絕對唔會只教你點樣賺錢，更重要嘅係教你幾時離場。巽卦嘅陽氣去到9五爻，如果唔懂得當機立斷沽貨離場，卦象就會產生變化。當9五爻由陽爻變成陰爻，整個卦就會變成山火重卦。山下有火，夕陽西下，正好應咗古人嗰首著名嘅詩句：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太陽都已經準備落山，天色漸暗。如果你仲留喺山上唔肯走，等待你嘅就只有危險同黑暗。呢個智慧放喺理財上，係叫人千萬唔好貪心，見好就要收。10月14日前要識得離場。而放喺我哋香港長輩嘅晚年健康同生活上面，更係提醒我哋一定要懂得急流勇退，切忌過度操勞，搏到盡。我身邊就有一個非常真實嘅故事，可以同大家分享。住喺荃灣嘅陳阿姨，今年66歲，以前係個好精明嘅生意人。退休之後，佢本應可以好好享受晚年生活，但佢個人好勝心強，總覺得自己精力充沛，唔甘心，只係攞住公積金過日子。前2年股市波幅好大，陳阿姨聽街坊傳言，話有隻股票可以利市3倍，賺到翻幾番。陳阿姨一聽就心動，唔單止將自己幾十年積攢落嚟嘅老本同屋企嘅儲蓄一股腦兒全部投入股市，而且為了盯住大市，佢每日早上7點就起床，整日守喺電視同手機屏幕前面，連午飯都只係隨便喺麵包鋪買個菠蘿包或者煮個公仔麵充飢。佢每日心情隨着股票升跌起伏，升嗰陣興奮到心跳加速，跌嗰陣又緊張到整夜失眠。去到嗰年嘅8、9月間，佢買嘅股票確實賺咗唔少，已經翻咗2倍有多。身邊有經驗嘅老街坊都勸佢：陳阿姨，見好就收啦，賺咗咁多，快啲沽貨離場啦。但陳阿姨貪念一發不可收拾，佢覺得自己運氣正旺，仲想賺多3倍。結果去到10月，大市突然風雲變色，股市開始暴跌。陳阿姨唔單止冇及時離場，反而因為焦慮同過度勞累，身體鐵底崩潰。有一日下午，佢睇住手機上嘅股價直線下跌，突然間胸口劇痛，呼吸困難，整個人暈倒喺客廳嘅地下。屋企人嚇得連忙叫白車，將佢送去公立醫院睇急症。醫生檢查後證實，佢因為長期情緒高度緊張、睡眠不足，再加上過度操勞，引發咗嚴重嘅心律不正同血壓飆升，需要立刻入深切治療部 AQ 留醫。陳阿姨喺深切治療部留醫咗足足1個星期，身上插滿儀器、吊鹽水，差少少就連條命都保唔住。喺病床上嗰幾日，陳阿姨聽住儀器嘅嗱嗱聲，睇住身邊嘅護士走嚟走去，佢才徹底醒悟過嚟。佢明白咗自己辛苦賺嚟嘅錢，如果連命都冇咗，又有咩意義？呢個就係典型嘅太陽落山仲唔肯走，忘記咗山火重卦嘅警示。出院之後，陳阿姨痛定思痛，決定聽從易經嘅智慧。佢立刻將手上嘅股票全部沽出，唔再貪圖最後嗰1、2成嘅利潤，將資金轉為最穩陣嘅儲蓄。喺健康上面，佢亦徹底轉變，唔再過度操勞，唔再熬夜盯盤。佢每日早上落樓下街試新鮮食材，喺過盤清乾淨紅蘿蔔、薯仔同番茄煲一攞杯清甜嘅湯水。平時膝頭哥痛，佢就適度休息，唔再強撐去操勞。定時去公立醫院覆診睇醫生，聽從醫囑。下午時間，佢仲會去茶樓同朋友飲杯茶、食件蝦餃，生活過得平靜而充實。陳阿姨後來同我講：我以前總想搏到盡，
以為賺多啲錢先叫有尊嚴。後來先明白見好就收，保住健康同老本先係晚年最大嘅尊嚴。大佬啊，陳阿姨嘅經歷真係值得我哋每一個人深思。易經嘅巽卦同山火重卦教我哋嘅就係知子嘅智慧。人生到了晚年就像是夕陽西下，雖然景色好美，但時候到了就要懂得轉身回家。喺理財上面，重視儲蓄比盲目投資重要，唔好聽信傳言去冒險，守住老本最安全。喺健康上面，懂得及時休息比硬撐強求重要。身體發出疲勞警號嗰陣，就要立刻放低手頭嘅工作啦。千萬唔好等病倒，喺深切治療部要吊鹽水睇急症嗰陣，才嚟後悔自己當初冇及時離場。記住，能夠喺最高點優雅退場嘅人，先係真正懂生活嘅大智慧者。行到家人卦嘅最後一個爻，亦即係最頂層嘅上九爻。古人喺呢個終局之爻寫低咗6個字：有負威如吉。呢6個字看似簡單，但其實內含住極高嘅處事、持家同養生智慧。古人解釋呢個夫字上面係隻手爪，下面係個子字，代表臨摹小朋友真心愛惜同關懷。而呢個威字喺古文字學入面更有深意，威係夫母，即係媳婦眼中嘅奶奶。奶奶對待媳婦既要有愛心，又要有威嚴同分寸，唔可以過分親密到冇咗界線，亦唔可以冷酷無情。呢種有夫威儀就係一種由衷大剛、恩威並施嘅大智慧。放喺我哋香港長輩嘅晚年生活入面，呢個爻辭簡直就係教我哋點樣活得有尊嚴。首先，面對自己嘅仔女同家庭，我哋要有夫用心去愛護佢哋，但同時要威儀，保持自己嘅底線同獨立尊嚴。好多老友記老咗之後，將自己全部嘅積蓄同心思都交晒俾仔女，甚至連自己嘅生活都失去咗主導權。結果仔女一旦有咩閃失，自己晚年就陷入萬劫不復嘅困境。古人教我哋做人長輩要像奶奶一樣，保持一個適當嘅距離，既愛護仔女，亦要有自己嘅權威同原則。其次，喺經濟同理財上面，上九爻告說我哋要採取保守謹慎嘅策略。晚年過日子最要緊嘅係量入為出，重視儲蓄遠遠勝過盲目投資。唔好再相信街坊傳言去亂買股票，亦唔好聽信傳銷去買幾千幾萬蚊嘅天價保健品。平日食得簡單清淡，去街市買紅蘿蔔、薯仔同番茄，喺稀盤洗乾淨煮一粒湯，去麵包鋪買個新鮮麵包，把錢留喺自己身邊，守住老本。呢個就係你晚年最大嘅威嚴同底氣。最後喺身體健康上面，我哋更要做到有夫威儀，愛護自己嘅身體係有夫，嚴格遵循生活規律，配合公立醫院睇醫生，聽醫弄定時食藥係威儀。當你膝頭哥痛或者身體有不適，唔好夾硬強撐去操勞，亦唔好聽信偏方擅自停藥，食療只係預助。真正嘅保命之道係認真對待公立醫院醫生嘅專業建議。今日講咗咁多易經家人卦嘅智慧，由初爻嘅謙有加莊門鎖防線，去到在中謙煮餸嘅溫和，再到家人下乸嘅嚴肅自省，以及山火重嘅見好就收。歸根結底，其實就係一句話：命運從來唔係喺水晶球入面，而係喺你自己嘅手上面。大局嘅風浪我哋改變唔到，但自己嘅身體同心態，我哋絕對可以作主。再次記住我呢句說話：天有2分，地有3分，人佔5分。自己嘅尊嚴同健康，從來唔係等命運打賞，而係靠自己一步步守翻嚟。今日同大家聊咗咁多，你哋屋企個老頭子或者你自己平時係咪都有做好身體嘅防線，或者喺持家同養生上面，你有咩自己嘅獨門心得？喺下面留言話我知，大家喺留言區交個朋友，互相交流下。身體係自己嘅，呢筆賬點算大家心裏邊有數。今晚煮飯順手切2片紅蘿蔔，照顧好自己。我行先啦。